湾文化局伫中华县立美术馆展出《窗外有哪天》全国矫正机关收容人书法比赛优选作品展。这摆展出的作品拢是有得奖的作品。全国有20个矫正机关，总共158件作品参赛，选出优选作品70件。 那今天总共展出了这个70幅有关于得奖的作品哦。那我想要把书法写好，第一个他的这个心灵一定要非常沉淀的下来哦。台湾化学领航协会希望透过书法艺术矫正教育，达到收容人的教化类性和新鲜，让因会使变做正向的人。 透过他们平常的练习哦，常常会接触到一些我们的这个励志的一个名言哦。我想透过这样的部分来教化这些受刑人。展期会一直到正月30，文化局嘛欢迎民众会使做伙来遮欣赏。